拜六、礼拜天，请大家收心，拜托大家，拜托大家，特别拜托大家，明后天就要放纵，就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那在这里礼拜六、礼拜天大家恐怕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请大家收心，收心，这是要拜托大家。本来大家工作了一个礼拜。那可能在礼拜六假日的时候，礼拜天假日的时候，想要找朋友聚一聚，想要出去走一走，那我们还是要拜托大家要减少外出避免我们的一个聚会。如果能够在这2天，大家把这样的一个人员的流动降到最低，那我们可以逐渐的把这些传染链如果能够切断。那对我们防治疫情是非常有办法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现在医事人员、医疗人员都非常的辛苦，那日以继夜在抗疫。当然，陆陆续续有一些院传出，有一些院内有一些人员被感染到，那还要再做院内的一个感染控制，那人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检验那也要继续照顾病人，那还有传染病的需要，那真的是多头在烧，那如果大家没有大家一起努力，把这样的一个流动降到最低，那把传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那不断的因为我们的有聚会，那而造成一些传染，那我们社会那对医疗界也不公平，对社会也不好。所以也特别拜托大家，虽然是大家都期待礼拜六、礼拜天放假，能够有一些活动，但是也拜托没有必要，就千万不要，在这里还是要拜托全国的民众，大家一起来努力。那还有在陆陆续续有看到有一些人在偷偷开店，有一些偷偷开店不应该开的地方，明明已经是禁止的地方。他遮遮掩掩的这样子开，那我也要特别请我们的内政部要请警政署，这地方一定是要非常的严格的去执行。这个时候已经自己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负起一些责任的时候，那还把这些店还在来开，那明明那种密切的接触造成传染的可能性是相对的高。那如果这个是即查即罚要严办的然后第二个还有看到有些人他不戴口罩，那经大家劝告，还执意的这样做，那我觉得我们政府一定要有作为，那要求地方政府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抗拒，甚至有一些非常过分的行为，也要一个用最严厉的处分，因为他已经不是说忘记带、没有带、不小心带不好，已经是。故意要来扰乱社会的行为，这种行为在平常我们就不允许，那在防疫的期间更是不允许，所以这个都要拜托检政单位，那也拜托全民一起来检举，这种行为我们一定要予以重视。现在是全国是3级，那没有所谓的一个4级，大家就在3级的警戒里面，把各自分内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那至于提出来，就当初在定这个4级，之所以不是只有用个案数，还加上一个所以一个没有50%以上是没有传播链的，那现在大致上现在算起来大概都不足1/4了。如果依据疫调，这样的一个每天这样算下来之后不足1/4。那随着一个时间稍微一点时间的话，像我们今天大概是不到1/3，但是过个2天，就有一些的关联性就会出来，所以目前来讲，绝对没有要到4级，所以请大家也不要用这样子来，有人在以讹传讹，那这样就不好。那今天早上跟美国的卫生部长 Becerra 我们开了一次的视讯的会议，那美国当然显现他们对台湾友好的一个态度。那对于我们参与国际世卫组织相关的国际的组织都重申他们表达支持之意，那也对台湾过去1年在防疫上的努力跟全球的贡献表示肯定。那在我们这边，我们当然跟美国也提出来这有关于我们在去年就签了医卫的 MOU，
相关有讲到一些的合作，我们需要能够持续的相关的医卫合作能够加强。但重要的，我们也提出，在台湾现在的疫情是升高的，那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急需能够有一些的疫苗，希望它能够在这即将要释出的疫苗里面，给台湾予以支持。那美国这一方面的部长也予就是说，对于友邦的支持，那是一定会的。所以他还是回去会跟他们的总统报告，那整体的分配的时候出来，一定会考虑到台湾的需要。